炮制店相隔180栋举办王春节，树顶行祭宫、全台开基樱花宫等15间宫庙联合登殿，有9000人对着绕境。其中以台中中福堂金福爷分会上引人注目，除了讲这尊王挂着大金牌，还有2名上水的女星行伫头前。因为今天下雨呢，我们平常的裙子都是比较重一点的，然后特别选这套是因为为了方便比较好走，不然下雨天裙子湿了很难走。咱的信用宫是为着要庆赞的祖庙永华宫。永华宫要就是庆赞普济殿要登殿这样，有带出来这块金牌哦，代表说我们对于祖庙的出教的慎重这样。虽然落雨，也过各宫庙拢相当热情，沿路行到位伫新宁安桥两边空地的石段，一直到27号拢有排场演王。除了山珍海味，还会准备大三星、小三星、汤仔、糕饼、鲜花水果等等，现场也会请侪节目。原底是要招7间啦，尾仔当啊，大概愈招间，我招啊20几间出来啦。所以大概嘛是介热情啊，风雨无阻啊，出来斗3工啊。即摆目前知的一定有东升悠悠台啊。我嘛用一寡互囡仔要迄个水上乐园，互囡仔耍嘛王春节将伫27号普渡，上尾伫8月10号普化王船出巡。炮制店提供18000份添载，邀请信众做伙参加。同时难得开放王船场，让大家看王船工艺之美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